那么大家才没不开张，能开张，非咩话？很有名的都是能开张，非咩话？咩话是开张？咩话是开张？那是走江湖不没波，那不熬萝卜啊，刀工啊，都是双白马做姑娘。那是江湖。那是江湖，这是记号。微波熬罗，微波熬罗，微波熬罗，那萝卜啊，到公话，报纸双，报纸双，背马做姑娘，背马做水马草姑娘个你。那是江湖，微波熬萝卜啊，熬萝卜啊，到公话都在双，包着棉被。这个读音最像，我觉得这是木棉，这是棉花，你们可能只见过木棉，没见过棉花。背马做，背马做，那是江湖 signal， 没波熬萝卜。to find 到公话不 key 的包着双被子，写这个木棉的那个，因为这个读音木棉这个读音跟最像，就是木棉的意思。就来写这个东西。就是它这个被子吧，它里的这是棉花，你们可能没见过棉花，没见过棉花，你们把那个木棉只见过木棉，是可怕的，这就写这个字，因为写别的读音不像，背水马走马草蒙瑞。那是江湖没波熬萝卜刀，公话包着双背马走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时不待我。祝愿有面，学业有承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影响幸福平安。海来牛牛不海，海来不面平安。